圣上，又出什么事了？宗保心急抽风了啊！抽风了？什么？我刚去了天波府，见到了杨宗保，他眼斜，嘴歪，还流哈喇子，手是这样子，走起路来是这样子。哎呀，他怎么就是这样了？是吓的。是吓的？真吓他了吗？真对他还不够好吗？哎，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，肯定是把他吓坏了。吓坏了？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啊！您别忘了，他才18岁。这可怎么办啊？父皇，依孩儿看，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。这君无戏言，诏令习改，那还算什么皇上啊？可是宗保现在这个样子，定亲也不体面呐。嗨呀，嗨，再来一次，来，彩云，嗨，彩云，寨主，寨主有何吩咐？彩云呐，你呢，进城去打探一下宗保的消息。是。回来。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，得先禀报我，不能告诉小姐啊。明白了。回来。你成天就明白了。你到底明白了没有？我真明白了，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！宗保的事啊，不能告诉延昭啊。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。他既然铁了心了，不参加定亲仪式，哎呀，老身看呐，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。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？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。啊，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儿，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。哎，馅儿大皮儿薄的馄饨来！哎，得嘞，一个馄饨。哎，上头那批货，是别说呢。哎，客官里边请。最近生意好吗？真够乱。请坐。小儿，哎，上场。好嘞。听说啊，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啊！真有此事？你听谁说的？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啊！公主，您就吃饭吧。公主，杨将军得的是急症，说不定过2天就能好了，他不会耽误仪式的。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。公主，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？他是装的啊！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？他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？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。公主，你也别太悲伤了。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，等到了明天啊，他就会清醒了。明天是何时？公主别这么说。圣上的意思是，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，力求明日康复。圣上还说，想派御医看看。老身谢谢圣上隆恩，不过，刚才几位好郎中
你给宗保看过了。哦，宗保服了药，正在安睡，不劳驾御医了。圣上说，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，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。哦，好。杨元帅，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。本王劝你在定亲前，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。王爷您尽管放心，延昭绝不再惊吓他了。唉，宗保啊，真不让人肃静啊！啊！哎呀，让王爷劳心费神，老身深感不安呐。嗨，行了行了，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，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！王爷慢走啊，太君留步啊！王爷慢走。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，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。对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小姐，我刚从城里回来，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，抽了风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没有，是一个老大夫说的。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，说杨宗保抽风了。他怎么能抽风的呢？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，你不要学了，我去看看。小姐，小姐，去，快给你姐喂马去！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？末将也觉得奇怪，杨宗保体格健壮，胆大妄为，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？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，也不能置他于死地。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，杨宗保定亲，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，他肯定会前来探寻。到那时候再去打探，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。监军判断力缜密，末将真是口服心服。哎，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。啊，你说，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。等明天啊，订婚仪式照常举行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？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？这宗保要是不去呀，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，我才不担心呢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圣上心里不顺，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。那是后话了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。宗保，宗保，吓死我了！你病好了啊？你的病好了啊？好了，没事。你装的，你知道你害的人多操心，你知道你害的人多操心吗？没事没事。哎，怎么还不睡啊？父王，孩儿有些话，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。要说就说，不说就回去睡觉。可孩儿要是不说吧，
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。什么事？其实宗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，他是装的。宗保鬼点子可多了，他特别会装。哎，那一年我和宗保逃学出去摸鸟，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，硬要没收他的鸟，宗保就是不给，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，口吐白沫，跟死人似的。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。哎，父王，这都是真的。没事就好，我知道你没事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走了。哎，桂英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？他们定他们的，和我没关系。这定了亲，你俩就是夫妻。宗保，你一定要答应鬼英，一定要听皇上的话。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，你会被处死的。我宁愿死，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。这么说，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？可不是嘛！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反正我就是知道，他肯定在。哎呀，去！大王爷，开门！杨元帅，八王爷来了。本王问你，皇兄，咱们是不是老交情？那还用说？既然是老交情，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？王爷，严昭岂敢骗您呢？还说没骗？当时你五花大绑，把宗保押回了天波府，本王来询问，你一口否认。不，那是我说的。本王现在问你，杨宗保到底抽没抽风？抽了，当然抽了，你不是没看见吗？抽什么抽啊？他那是装的。这怎么会呢，王爷？宗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，你我不都看见了吗？装死都会，装抽风算得了什么？不但如此，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八王爷，我知道，宗保他不成器，为此事让您担了心，受了惊。可是您就是再有气，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，你说这种话吧？哎，要不，本王陪你去宗保房间看一看。走就走，走。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？燕昭，皇兄为宗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，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？他说宗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，你这不是误人清白吗？谁误人清白了？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。走。皇兄，燕昭这2天是被宗保气昏了头了，冒犯了您，你消消气。本王不怕冒犯，是确有此事。皇兄，您这话就说过了。这大半夜的，穆桂英能混进城吗？就算是进来了，她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？是啊，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？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，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？啊！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，能夜闯进天波府吗？哼！皇兄，不行，我已经做错一次，我不能再做错了。你没错，我俩谁都没错。宗保，我求你，你就让我走吧，你让我走吧。桂英，你让我走吧，桂英，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，
我们就胜了。宗宝，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。我不去参加仪式，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？皇命，你都敢违抗吗？桂英，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，我就带你远走高飞。要死，一起死。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。你不许离开我了，以后不许离开我了。来，你来看。你们看，是不是像本王所说？哎呀，这，杨元帅，那日在站门口，我不知是您，大有不敬，望见谅。你给我滚！桂英，你回来！哎，这个杨元帅，杨元帅，哎呀，杨元帅，打死你我！末将拜见，监军。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，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，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。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，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。哦，监军，您禀报圣上，杨宗保定会被斩。杨宗保一死，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。别忘了有八仙王，他肯定会掩盖此事，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。监军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。太无法无天了，太无法无天了，让圣上知道，必死无疑呀！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！延昭，事到如今，不必发火埋怨了，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！这怎么顺利啊？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？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？本王无此意。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，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！王爷呀，过于担忧了。这仪式一完毕，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，也不会再深究了。现在最要紧的是，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？王爷。哎呀，你一个人喝呢？哎呀，姑娘陪你喝一大碗，来，干了！嗨，你，哎呦，又是我喜欢吃的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我闺女想开了。想开什么？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。爹，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，那说忘就忘，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？哎呀，不忘不行啊，孩子，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，可皇上赐婚，他敢不从吗？他就敢。你做梦去吧。爹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人还真不做梦。行，
你家闺女我呀，见到杨宗保了。啊？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，也要跟我在一块儿。你不知道当时给我激动的呀。爹，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？他真是这么说的呀？那当然了，我还给你编下话啊。哎呀，真是，也难为他杨宗保有着一片深情啊。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？爹，这杨宗保啊，跟你家闺女在一块儿以后啊，这脑子变聪明了，装疯卖傻。他怎么装的？真行啊！爹，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？我就是在想啊，我就是死了，我也要跟宗保死在一块儿。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，他就是玉皇大帝，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。娘，您今天可真漂亮。真的。哈哈。哎呀，行，哎，宗保定亲的日子啊，大伙儿不能板着脸，得喜庆点儿啊。这俗话说呀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呐。只要咱们应对自如，就不会出乱子。来，来戴上。哎呀，好，哎呀，这不像老妖精了吗？父皇，那我儿可真漂亮。杨宗保这混小子，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，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！父皇您放心，等孩儿和他成了亲，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。是啊。圣上啊，圣上，街上有些传言，特来禀报。讲。这圣上，什么呀？告示。念。奴才不敢。念。是。杨宗保乃有妇之夫，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。昨夜二人在天波府厮混，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，贻笑大方。哪儿找的？贴告示的人没抓着，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。哼！开封，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？是，真是不像话！你看看啊，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啊！杨宗保乃有妇之夫，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。哎，怎么给撕了？快看，怎么办？啊！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，这别处肯定也有，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。撕了也是无济于事，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。排风，禀报八王爷。快去！遵命，老太君。快！撤！恭喜恭喜啊！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，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！恭喜！多谢王大人，多谢多谢，恭喜！好。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。请。
起来说吧。谢圣上。街上布告的事情，你可能听说了。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？哼！你认为确有此事吗？微臣以为不可能。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，对圣上忠心耿耿。杨宗保是将门之子，懂礼仪，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好，啊！好，谢谢，恭喜老太君！杨将军，请对，我去一下。今天可要是的，这一醉方休。八王爷，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？当然见了，众大臣无一不知啊。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咱们假装不知，更没有必要惊慌。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？由本王处理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。18、19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，可是圣上赐婚，他岂敢造次？哼，岂敢造次？他和那个朕叫你来，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。臣不敢抗旨。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辽粮草押运官，微臣去查访，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，不利于出征御辽啊！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。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，与情理也不合呀。宣杨宗保上殿。遵旨。是呀，圣上有旨。皇上有旨。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。臣领旨。老太君，皇上有召老太君啊。参见圣上。哎，免礼，免礼，免礼。谢圣上。杨将军、老太君，两个孩子订婚之前，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。请圣上下旨。哎，找你们来啊，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。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哎，是。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，目的是离间君臣，干扰御辽大计。此人用心叵测呀！圣上，依臣看，这是辽军奸细所为。照二位看来，这是空穴来风喽？当然是无中生有。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，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？是啊，圣上，宗保虽鲁莽，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。他对圣上忠心耿耿，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，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。山雨欲来风满楼，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，谣言已经四起。圣上没必要理睬。八贤王说的对呀，只要君臣无猜，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。将军，这边请。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。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，
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，呵呵，一会儿就来了。圣上，杨宗保到。宣他进来吧。遵旨。宣杨宗保觐见。杨宗保叩见圣上。领身吧。谢圣上。你身体都康复了？末将从未生病。哎，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，得了什么吊邪风？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，还不至于胆小如鼠，如何会吓成那样？那依你所言，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？王爷说的都是实话，那是末将故意为之。什么叫故意为之啊？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，他们一再逼我，我没别的办法。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。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。王爷，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，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。照此一说，你和穆桂英厮混是确有此事了啊！啊！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，相会，不是厮混。啊！来人！不！拉出去斩了！走！圣上开恩！圣上！圣上！救命啊！开恩呐！圣上，圣上！哎呀，真的是哎呀，真哎呀！宗保，宗保！圣上息怒啊！圣上，圣上，圣上，你饶了我孙儿吧！圣上。宗保犯了欺君之罪，是微臣管教不严，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。圣上，圣上，圣上啊！圣上，圣上，圣上，圣上啊！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！圣上，圣上，圣上，圣上发怒！杨家为报大宋，打伤了4个儿子，1个义子，还有我的丈夫，老身唯一的孙儿，又要处斩。老天不公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宗保，他犯下欺君大罪，可他被经年幼啊！是，要斩就斩我佘赛花。老身知道内情，只是没有阻止，罪在老身了。老太君，老身恳求你们了，恳求你们了，恳求你们了，恳求你们了！为宗保向圣上求情，求情啊！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，杨宗保被斩首，杨家就绝后了。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。对，是啊。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，我等岂能贪生怕死？是啊。我愿为宗保请命，我也愿为宗保请命。我等愿为宗保请命。圣上，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，望圣上开恩。
望圣上开恩！圣上开恩！圣上开恩呐！圣上，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，可他毕竟年幼。哼，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，饶他不死。18了，18还年幼吗？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，已经法外开恩了。杨宗保和穆桂英厮混，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，朕没有治罪于他，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。他公然不参加仪式，还装疯卖傻，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，公然与朕对抗。如不严惩，将如何治理天下呀？父皇，宗保是做的太过分，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。他不是你的夫君，这样不制裁他，你也得不到他。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，看到了吧？父皇，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。不行，朕要放了他，所有人都学他了。别说辽军了，即便没有战事，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！告诉他们，朕绝不赦免。遵旨。圣上，圣上有旨，杨宗保罪不可赦。圣上，圣上，您开恩吧，开恩吧，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，老臣求您了。不看佛面，看僧面呢。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，饶恕宗保吧。老身求你了。圣上，你快去看看公主吧。公主怎么了？公主她……皇儿啊，皇儿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？皇儿，公主，父皇，宗保，宗保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毕竟，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。可是，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，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4个儿子为大宋捐躯，如今大宋早已是师承各地南迁了。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，执意要斩杀我孙儿，那老身也就不公了。请你告诉皇上，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，老身就撞死在这宫中。娘，你别，你可千万别，娘，老身说到做到。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醴陵碑，朝廷上下还有百姓
没有一个不说皇上用错了潘仁美呀。如今老身也要撞死，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。